就係關於 DNA 連結啦。咁呢個 DNA 連結咧，話説點解會 trigger 到我想分享咧？就係近期啦，其實大家都知我哋有生物波頻機喺我哋 centre 啦。咁其實呢個生物波頻機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咧 remote， 即係一個遙距嘅調頻，就係通過咧你哋留低嘅 DNA 係做一個連結同埋一個調頻嘅。咁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初頭，即係當然啦，明白量子物理嘅就明白個原理係點樣啦。但係好多人初頭都會問我：咦，阿娘娘，你可唔可以解釋下究竟點解用我哋嘅頭髮指甲啊或者 DNA 係可以做到個遙距嘅調頻啊咁樣？嗱，其實首先我做遙距嘅能量治療已經係成10幾年歷史㗎啦。咁而我現今嘅客戶咧，其實超過一半咧都係我係做遙距嘅，所以咧係多過 face to face 嘅，即係依家嘅 case 嚟講。咁所以咧遙距嘅能量治療對我嚟講咧係完全唔係新嘢。咁但係咧有啲人都會覺得，咦，部機器點解可以做到遙距啊？因為其實我哋做人嘅遙距就我哋用我哋意念去連結啦，大家都明白。咁意念係冇界線嘅，意念本身係可以穿越時空啊、跨維度啊，同埋係喺個量子世界係可以冇界限咁樣去作聯繫嘅。咁所以用人嘅意念去做能量調頻，大家都如果係我嘅客戶或者我嘅聽眾，大家都會容易接受嘅。咁但係用機器啊點樣做咧？咁樣咁其實咧原理係不相伯仲。咁我就之前解釋過，即係簡單用一個比喻就解釋俾大家聽，就係即係解釋過俾啲客戶聽啦。我就同佢講，其實咧每個人嘅 DNA 咧，大家都係一種嘅好獨特嘅數據嘅。所以點解基因係每個人都不同咧？其實就係因為喺你身體度攞出嚟嘅嘢，即係你嘅頭髮啊、指甲啊、你嘅皮膚組織啊等等呢啲啦，其實咧都係 carry 住一個獨特嘅，你當係個密碼。獨特嘅密碼，即係你嘅基因排序其實係一個好獨特嘅密碼。咁而呢種密碼咧，如果我哋通過儀器，即係嗱，其實大家依家都應該明白就係話，其實依家嘅科技係可以拆解基因裏邊嘅密碼，並且可以干擾佢排序啦。即係呢啲其實係依家已經係科學嚟啦，喺 lab 度係做到將個基因拆解，跟住知道你嘅排序，然之後呢個就係你獨特嘅，即係叫signature 啦，你獨特嘅簽名啦，或者係你獨特嘅嗰個叫做指紋啦，都係咁樣啦嚇，都係獨特嘅。咁咧只係依家係啲儀器就發展到一個咁細嘅一個 detector，佢係可以通過一個感應，即係話因為生物波頻機係除咗通過感應去攞數據，佢仲即時打返一啲健康嘅數據，共振返你嘅基因組織。即係譬如你留低嘅頭髮指甲喺度，其實佢除咗係讀取你嘅基因數據之後，其實佢會即時將個健康嘅數據打返俾你嘅頭髮指甲。咁呢個互動嘅狀態咧，就係一個係掃描，一個係修復嘅咁樣嘅狀態。咁所以係做到呢個掃描同修復，其實同現場所做嘅你自己一個人坐喺度咧，其實係一模一樣嘅東西嚟嘅，只係佢係通過基因你嘅排序去打通呢一個電話號碼，而呢一個電話號碼就係你係接收到嘅啫，因為嗰個基因嘅排序係得你係咁樣。咁所以咧，跟住有啲人就會問我啦，究竟點解？即係譬如我啲指甲係上個禮拜剪嘅，咁究竟你用我上個禮拜嘅指甲係唔係可以聯繫到依家今日嘅我啊？咁喺量子世界咧，其實係可以嘅，因為喺量子世界嚟講咧，你嗰個只係個接收器，即係你呢串係你嘅電話號碼，而呢串嘅電話號碼你今日打、聽日打同後日打都係今日我接電話，聽日我接電話同後日我接電話。都係我唔同嘅狀態去接電話，但係你都係打呢個電話號碼，即係大家明唔明啊？即係大家打我嘅電話號碼，我幾時接電話都係嗰一刻嘅狀態嘅我去接電話嘅。大家呢一個理解到咧，就大概個概念會清晰翻啦。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基於打通呢個電話號碼，而將當刻呢一個電話號碼背後嘅量子數據進行收集，然之後將一個健康嘅數據再撥通呢個電話號碼去將啲健康嘅資訊塞入去呢個電話號碼嘅嗰個數據庫裏邊，而嗰個電話號碼嘅數據庫，即係譬如啦，我喺火星留低咗我啲頭髮指甲，喺火星度打一啲數據落我嘅頭髮指甲嗰度，其實喺地球嘅我咧都可以同樣接收到，因為喺量子世界咧係冇時空嘅
距離嘅概念嘅，因為係量子層面就係呢個電話號碼就等於呢一堆嘅嘢嘅數據，而呢一堆嘅數據就係獨特呢個電話號碼嘅人，無論你係邊一處都好，邊一個地域、邊一個時空都好，你都係接收到呢一堆嘅數據為你帶來嘅影響力我真係應該解釋得好清楚啦。如果大家唔聽唔明咧，就聽多次，咁咧就會比較個概念就紮實啲啦。好啦，所以你知道係個電話號碼嘅作用就得啦。咁所以咧，其實個運作模式就係咁樣。咁所以就算你上個月留低嘅頭髮指甲，其實我哋用翻呢組數據，呢個電話號碼去進行調頻咧，係效果都係會一樣嘅咁樣。而效果都係佢會檢測到當刻呢一堆嘅數據嘅當刻嘅狀態，當刻嘅你嘅生理狀態，同埋佢發放健康嘅記憶俾呢堆嘅電話號碼嘅時候，都係當刻你嘅身體係可以接收到嘅。好啦，解釋完呢個咁量子物理嘅現象之後咧，咁我想講咧，因為點解又講翻乜嘢 trigger 到我解釋呢件事咧？就因為咧，我有個客咧，佢係一個因為首先咧，佢係揾我做遙距調頻好耐歷史噶啦，即係已經係總之有問題就揾我調噶啦，即係都已經係斷言唔知幾多年計噶啦。我諗都有6、7年、7、8年咁上下啦唔知。咁呢個人係有份幫我喺我本書度寫佢故事嘅大家猜猜是誰啦？咁佢咧就留低 DNA 啦，就做呢個機器，即係我哋生物波頻機嘅嗰個能量調頻啦。咁佢咧就有個好特別嘅要求，佢好想感受下機器調頻同我同佢調頻有冇咩唔同，因為佢慣咗我同佢做遙距調頻，咁嘅時候佢係慣咗接收我俾佢嘅能量，佢身體係有感覺嘅，即係就算佢身處加拿大、身處香港、身處泰國，我都係照同佢做遙距調頻，佢都係身體係有感覺。咁佢就想試下機器係咪佢都有感覺，而佢最後出嚟嘅答案係佢非常之有感覺。咁所以咧就 trigger 到我咧去將佢呢個經驗咧去同大家再講解咩係呢個 DNA 連結。咁佢好有感覺啦，亦都好多調整反應啦調整反應係同佢以前用物理嘅現象嘅調整反應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因為佢以前咧係身體有好多問題啦，重金屬啦，有好多嘅菌啦，唔健康嘅菌啦，咁佢做物理嘅治療，即係用物理形式去殺菌啊，去處理問題嘅時候咧，佢身體係有調整反應嘅。咁今次咧用儀器同佢去做呢啲嘅生物波頻嘅調整咧，佢有同樣嘅身體嘅調整反應，所以佢覺得好 amazing。跟住佢即刻介紹俾佢老豆，因為佢老豆隻手痛咗好耐，醫唔好咁樣。我話得唔緊要，你慢慢睇將你自己嘅感受總之分享翻俾你阿爸知啦咁樣。咁係因為佢咁樣講，而我知道原來我同佢調頻，同機器同佢調頻，佢都接收到一樣嘅身體感受。咁呢個我當然開心啦。